凡说你有注意到，网络上有几啊百的狗仔各种嫌话，还佫有和平公园内底10万只狗仔烧热的这画面。伫台湾，厝内底有饲狗的比例是愈来愈悬。狗伫一个家庭内底角色，早就为顾厝转变做厝内一份子啊。也毋过对这狗仔，你到底了解偌济呢？ 若讲到互主人困扰的代志，一个有风吹草动、狗大那乌白肥啦，这绝对是排头3名的。其中上个明显的，就是若是有人饲电铃，狗就敢若受到刺激共款，安尼一直飞啊，敢若是电铃界有不共戴天之手共款，可爱袂啊，马上变做完全无受人控制野兽。也毋过，一个使人困扰的问题，听讲网络已经有解决的方法啦，也就是将钱这个定定的物件放公仔内底，摇公仔发出更较大的声音，安尼时就当互狗仔掂落来，袂阁肥啊，嘛袂阁再互厝边头尾抗议咯。另外，还佫一段互人看眼硬气，又佫真趣味的影片，有一只狗仔对着大面膜女主人，竟然完全认袂出来，然后随伫面子顶跳落来，还佫惊到伫厝内底乌白撞呢。啊，毋是讲狗是咱人类上重视的朋友，啊，谁人敢大面膜尔都袂认的安尼？讲到狗，你一定捌听过“老狗变不出新把戏”这句话。要相信这句话的人，甚至无管你饲已经有真侪回狗啊。因为讲狗啊，都敢若人共款，爱自细汉饲才会乖，啊，佫会听话佮大心。啊，侪回狗敢真正就后袂晓伸出头呢？还是讲甲人类歹斗阵？叫人类饲超过万年的狗，到底有啥物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呢？啊，变个小婷赶紧出发来破解留言咯！小婷，你算是大家公认的爱狗人士对不？对。然后呢，又搁主持过宠物节目，所以对今仔日的留言，你应该有一寡了解啊哈。其实对今日的留言吼，我已经对我有一点仔概念，又搁有想法啦。安尼就好办啊！来，镜头伫遮，麻烦你咧对镜头前的观众朋友讲一下，今仔日这个留言的答案是啥物？讲完了后，咱就收工。我直接讲答案，就收工倒去。你做一个留言对的主持人之一，咱是一个科学节目，什么代志咱讲清楚，你竟然讲咱就这么讲出来就收工倒去，你对得起观众吗？对得起父母？来，歹势。观众朋友歹势吼，我拄则的问题问了无好，我搁重新问一下。小婷，请问一下，你对狗仔卡袂着乌白肥，啊，摕这个铁管仔发出声音，就会当甲阻止这个留言，你有啥物看法？其实吼，狗乌白肥这个代志是真侪主人的困扰，只不过吼，偏偏我的狗袂乌白肥，所以我唔知。哈，这么幸运哦！我那嘛伤 lucky 啊，不过唔是大家拢甲小婷同款幸运啊。留言小组为网络顶悬收集几个阻止狗仔乌白肥的方法，不过无确定讲是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小婷甲阿兵就决定要找一只爱乱飞的狗要来做实验。卖啰嗦，咱今日就来破解留言。就是这啦。嗨，金小姐你好。啊，伊就是弟弟对吧？对啊。是讲这个网络流传吼，敢真正有法度阻止狗仔莫乱飞去吵到厝边呢？面对这个互人困扰的问题，小婷找到苦主强小姐，赶紧来看伊饲8年这只狗仔弟弟爱乱飞行为到底是偌严重？所以只要有人饲电铃，弟弟就一直飞对不？对，无唔对，伊大摆拢亲像是看到台北母的玩笑啦。哇，这么严重哦！马上来做实验。网络讲阻止狗乱飞的方法有3种：第一就是大声咁骂；第二就是用报纸撕涂骹；第三就是讲内底钉的物件发出声音。小婷，我已经准备好啊。阮甲弟弟嘛拢准备好啊，你会使饲电铃啊。到底什么方法会让阻止弟弟乌白飞呢？点，弟弟，袂用诶，点。哎呦，还是要教阮主人大声咁骂，干那弟弟点几秒钟就赢啦。啊，电铃搁在弹，弟弟干嘛一直飞？不管骂几摆拢共款。看来大声甲伊骂是无法度互伊点落来啦。搁刷落来，唔知用报纸方法敢有效？安尼共款，弟弟听到电铃共款飞袂煞。这摆主人将报纸卷起来，大力摔涂骹。想要讲阮弟弟掠主人上一个尔，伊阁继续对门口咧飞啊啦！啊，迄个面看起来阁敢若做唔对代志的款。看来咱只用绝招啊，就是摇公仔内底这银角啊，制作更较大声音。哎呦，这网络咧传的绝招对弟弟更有效呢。无问题。
一般来讲，狗仔的吠大概是分做心理性或者是疾病性。这两种吠的声音嘛是无共款的。伫这个紧张、惊吓，或者是要维护家己主权的吠哦，叫声会较悬，听起来较尖。也毋过，若因为变听，叫声可能会较低，亲像迄种慢慢咧哀啦，或者是讲伊可能有这种声音较低吠的行为啦。所以基本上会当分做心理性甲疾病性。咱试这几个方法，敢若拢是安尼嘿，伊毋是真正无咧管这个电铃声哦。哎，我感觉安尼袂使呢，因为你看即马中小姐伫咧厝里，有人伫个，佫会当甲阻止，对无？若是有一天主人无伫咧厝里，剩一只狗仔，啊人饲电铃共款安尼吠，也是会踩着厝边，安尼根本就治标无治本啊！面对这个状况吼，照我这个专业的爱宠物的人来看吼，我感觉爱找真正的救星。救星就是伊，江湖人称辛巴，对狗行为真了解，动物行为训练师王玉帝。拄着即马这款困难的问题，咱来看辛巴要安怎解决。其实狗仔听到电铃的吠哦，是真正常的啦。因为可能兴奋、紧张，或者是讲要甲主人讲有请人来，所以伊会吠。也毋过，恁所用的方式，拢是亲像处罚或者是阻止，亲像安尼吼，拢有可能会造成狗仔搁较紧张，搁较严重的压力，伊有可能会愈叫愈大声。反正伊即马敢若无吠啊，伊只是因为惊，所以才无吠。也毋过伊以后还是会继续吠。所以无解决到真正的问题，对无？原来辛巴讲训练狗卖乱吠，会当分做固定制约甲操作制约两个阶段，来引导因学新的习惯。固定制约强调连结，也就是讲将奖励讲个清楚，互狗仔对电铃声产生好的连结。操作制约重点就是强调加强，用训练狗仔甲声音的连结来做操作方式，得到主人想要爱的成果。再来，辛巴要来示范减少弟弟乱吠的方法，而且这个方法嘛是导龙拳的训练方式。首先，先准备一粒新的电铃，用面巾甲包起来，莫互伤过大声，安尼才袂引起狗反感。再来，主人随时用电铃甲起落，等狗仔听到新的铃声，就用四手啊，还有乌脑当作奖励，引导狗仔对新的铃声产生好的连结。来，出去。怎样？真好。就搞哎，来，伊的反应真正有较好啊呢，愈来愈因为伊直接前两届拢先向别位走，对无？是所以安尼就表示伊训练成功啊，对一定无？会晓啊，无问题啊，是无？这当然那是爱慢慢做一寡练习啦。咱即届训练袂伤久，可能按照这种方式，逐工训练一个啊一个啊，有可能真紧就惯势啊。那呢，差不多过偌久才当验收哈？其实真紧啦，反正一两工以后就。弟弟加油我哦，对你着真有期困哦。待哦。无唔对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虽然讲袂当马上解决弟弟乱吠的行为，也过有专业顾问对症下药，都互强小姐还个弟弟一块时间来好好的训练。辛巴按算讲2工了后，就会当来验收啊。看弟弟面对新的电铃声，敢有法度莫搁再乱吠啊？无唔对，为着要破解长尾来留言，辛巴特别去找这只敢若晓坐落9回老狗拿底。另外还有2只会晓真侪种出头的爱宝甲 Kiki， 要来替拿底加油赞声。到底咱今日是实验主角拿底，敢会晓新出头？即马就请辛巴来指导。拿铁坐咧，你看伊敢若会晓坐。坐咧。拿铁，哎，等来，你看。伊就较歹控制啊，就讲老的狗就较歹教。无影，袂啦，只要你上对的方式，小等下吼，咱会当试看卖啊，难度较悬的训练。好，亲像啥物啊？因为伊基本的动作拢会晓啊，咱会当甲向前行、倒退路、S 型软骹芳，还有蛇玲珑。拿铁。辛巴真个是有自信，那等于讲留言是唔对的，而且佫要证明讲连这落真歹控制拿底，嘛学晓困难度比较较悬的向前行、甲倒退路 S 型的软骹芳，也有蛇玲珑这新动作。辛巴要来试示范向前行甲倒退路的方式，用道具限制狗仔敢若当行13个尔。主人向前行，狗仔家己就自然倒退路，最后爱记互狗仔鼓励，安尼是一直练习就对咯。哎呦，是不是真简单的？伫厝内就哪学啊，对无？但是不应该来高嘴讲尔，免甲小婷，咁真正我度老狗拿底学晓新的出头呢。
慢慢啊摕出来入来。哦，你甲看，即马呢就厉害呢。等，你莫捡涂骹的，我遮有啦。来，我遮有。来，豆豆啊来吼，对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呢，真好。有影呢。对，有较直啦哦。较慢的，较慢。来摕来。来，来摕你就过程当中吼，都爱一直鼓励伊，嘿豆豆啊来，对，真好，真好。对。所以讲，像这种训练，这种简单的动作，是毋是甲饲电铃叫到卖肥共款？阮一天莫训练伤久，时间莫伤长。一天的训练哦，差不多控制伫20分钟就好啊。啊，特别2分钟哦，就要小休困一下。甚至看伊表现真好的时阵哦，就要赶紧休困，唔通甲操伤久。好，刷落来吼。经过刑法的解说，咱会当知影讲，用奖励方式训练狗仔，唔但讲会当互狗仔增加伊学，而且佫会产生自发性的行为。哦，所以是先用细小啊甲蛇互软过，是吧？对，是一恁大人的吼。哇，那摕你就厉害呀！老狗训练嘛是同款的道理，那底若完成，就随互伊上爱食的物件，甲伊鼓励一下。看那天欢喜个这条款，咱就知讲伊偌爱学啊啦。哇，那摕就厉害！赞哦！你是型专家。伫向来最安静的环境，那底初步完成了各种新动作。要不伫户外有一个干扰，伊敢共款会当稳定如山，好好啊来学呢。阿炳个小丁马上要带那底来到外口，继续老狗学袂晓先出头这个升级版的实验。嘿，爸。拄则吼，是啊，那摕真正足赞的对无？阮甲伊一款新的出头，伊拢学会晓呢。重点是拢无放袂记的对无？拢无袂记哦。要不你看哦，那像新爸所讲的，甲狗仔先出头，啊，就要一直好食细小，啊，一直甲奖励。啊，万一拄着迄种足妖怪的，是要安怎？一直食，会变足大颗的呢。要毋过若袂当用食的来甲成，用其他办法，像用耍的，反正就袂成功哦。其实吼，亲像咱这个训练吼，就亲像我之前嘛有讲到啦。咱袂敢若用一种方法，食物吼当然是一个真好的方法，也毋过若烦恼伊食伤济，就会当用，譬如讲佚佗物仔，狗仔对佚佗物仔的兴趣哦，会用超过伊对食物的兴趣，所以亲像真济工作狗吼，拢是用佚佗物仔来教。毋过若体遐尼爱食，我甲你小叔。你用耍的方式来甲成，伊吼是无法度的啦，伊还是看到食的较有效。你听起来你是咧甲新爸咧呛啥吼？无啦。PK 啊，PK。好啊。想要到实验都还未开始咧，阿炳到底爱食哪底无信心吗？不过新爸决定要用行动来拍破阿炳的疑问。若讲将食物间换做佚佗物啊，甚至佮要甲伊更较困难的跳圆壳啊，也佮挑战破龙帮，要来证明讲老狗学伸出头这个能力，绝对要大家看甲硬去。好，这就是咱的圆壳啊。对圆壳啊。我小解说一下吼，这个圆壳啊，其实会对狗仔产生一种压迫的感觉。有种狗仔敢食讨厌济呢吼。伊会感觉吼，敢若顶头有物件。咱拄开始咧教的时阵哦，会甲放咧涂骹，先互狗仔开始行，甲行过这个圆壳啊吼，当做优先的训练。慢慢啊吼，咱才会用个甲圆壳啊摕较悬一点啊，摕咧一个管道，互伊跳过。伫户外较无容易专心啦，要学伸出头，佫真无简单呢。爱算内底险啊，就放弃啊。也毋过伫小丁甲阿炳的鼓励之下，内底总算完成了跳壳啊这个训练啊。那天就搞的哦。哎呦，过来，来，就搞的。哎呦，看来伫户外学习对老狗确实是有困难度，不过内底愈学是愈好啦。面对刷来更加困难的破龙帮，伊敢有共款学晓这个专心的动作呢？来睇你看，你上介意的飞盘呢？飞盘哦！来睇，来睇，你看，这有飞盘。哇，你看，这有飞盘，有飞盘。来哦，good go！来睇，你看不来看，来睇。即嘛要安怎？阮亲身做看这招，敢若嘛袂使呢。还佫有最后一个方式啦，有可能是一个上功的方法，但是嘛有可能是上简单的方法。是什么啊？就是咱直接带伊做啊。带伊做。你是讲甲牵、甲扶、甲抱拢会用的。然后慢慢啊一步一步甲伊讲吼，你足乖，你足赞的，甲鼓励。来睇做快咯。来，加，好，
真搞哎个扶好，哎，就是安尼，哎，豆豆来哦，豆沙汤，哎对，真好，真好，继续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哎，赞哦！过来，对啦！哇，咱阿弟表现实在是太好了。若讲学晓新出头，还阁一步一步完成高难度的动作。高难度动作虽然讲训练了较了时啦，但是实验证明狗袂讲因为年岁济，都学袂晓新的口令，也阁有动作。只要耐心，用这条命代替10分钟的训练，嘛会当教会真济才艺。咱甲看辛巴带来另外一只老狗爱宝，经过辛巴的长期训练，即摆已经学晓各种互人赞叹的才艺啊！你来看是毋是真牛呢？难替你上高，你看老狗也是有才调学新出头啊，有一回事咧。老弟，我真歹势，我拄则就是讲你只是爱食尔，想袂到用耍的这种奖励方式，你也是会用的，真紧就会晓新出头啊，对无？哦，这招搁较有效呢。所以有一寡主人吼，咧领养狗仔的时阵，想讲我袂领养迄种收济费的，一定就歹教的。对吼，其实咱无一定要为细只开始教啦。亲像这种老狗，要学任何物件哦，嘛会当学真好。只要主人哦是用对的、好的训练方式，拢会当教了真好。对哦，无学袂晓的狗仔，只有袂晓教的主人。戆主人。大家感觉记这段趣味，又搁互感觉怀疑，到底是真还是假影片？想不到厝内底宝贝狗看到大面膜的主人，竟然是认袂出来。甚至佫惊到伫厝内底乌白种唔敢换起来。为了要传出真相，咱留个历史上头一摆啦。小婷唔但讲带大家来到家己厝内底，佫自愿互两只宝贝狗乌尼甲乌娜加入实验，要来破解留言。紧张，刺激！到底乌尼甲乌娜今麦刚认出大变身了后的主人呢？嘿，这场主人甲狗的感情大考验，今麦准备开始咯。我伫咧厝内戴面膜，啊，我的头毛更甲规个因拢认得出来呢。所以讲吼，无论我做啥物奇怪的装扮吼，因绝对拢认得出来。无，唔管你是大面膜还是创头章，都是伫厝里做的啊。对啊，你伫迄个空间内底啊。不过今仔日的重点是，你若是变装对外口转来，伊敢袂感觉是青云人？其实狗仔吼，伊要认主人，有真侪方法，伊会用看，会用听，会用听，因为逐工拢甲主人做伙。所以伊有真侪信号，会用了解讲是主人。啊，当然若是讲咱的信号变较少一点嘛，譬如讲动作甲平常时也无共，或者是无叮当，表情无共款，或者是讲你的打扮无共款，伊就会较歹认一点嘛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我甲你讲啦，敢若变装咧，应该是无法度考验顶的感情对无？辛巴，提悬难度，莫互伊伤轻松。经过辛巴的讲法，狗认主人方式基本上是靠视觉、听觉甲味觉。为了试验看狗敢会当认出变装了后的主人，小婷第一步要来先戴面具，彻底变装，然后搁再使用变声软体改变家己的声音，最后搁喷一个蚊仔水，改变家己身躯的气味。我来哦，中狗大考验，全方面的试验。乌尼甲乌娜到底敢认出完全无共款的主人呢？妈妈回来哦。为了要实在听的结果，所有人都迷起来啊！阿炳甲辛巴用感谢系统关上乌尼甲乌娜的反应。哎，开门你来啊！小丁你来啊！哎，乌尼先过啊！哎呦，哪有人行路个执行的啦？哎呦，乌尼甲乌娜面对怪模怪样的小婷，第一时间虽然讲话过，不过辛巴讲其实因一直在观察，也未当确定因有将主人认出来。所以。手法很怪怪吼。好，即马小婷准备用声音吗？是。OK 好。乌尼乌娜妈妈回来哦，乌尼乌娜妈妈回来哦，乌尼乌娜妈妈回来哦。因两只敢有特别的反应？有感觉怪怪啦，所以即马唔敢轻举妄动，啊，就徛咧边啊，远远观察。出声了后拢无过去啊，用蚊仔水啊，哦，气味维持，喷一下。完全无要紧呢。对，伊感觉真奇怪，而且行路的 pose 嘛真奇怪。是啊。哎，因两个看拢无爱看呢。因拄开始真轻松，即马感觉怪怪。然后你看吼，即马小婷坐落来啊，因就会感觉较安心一点。无要紧啊。对。也毋过嘛无一直伫伊身躯边的款。你看，
哥讲什么？伊的狗偌厉害，一定会甲认出来。我感觉伊的狗已经完全放弃啊，家己嘛感觉奇怪。小婷真不好，唔敢相信讲两只宝贝仔狗竟然唔杀伊啦，决定要将面具摕来，看有你甲有哪，敢有什么反应我？回来呀，我回来啊呢，诶，我回来啊，伊甲面具脱掉，然后用伊的声话，两只狗就冲起去啊！妈妈回来啊呢。爸，我感觉哦，两只绝对无认出来。来，是咁认真讲大声话，小婷未甘愿有你甲有哪不爱插伊，将面具摕掉了后，回有声音，有你甲有哪再向伊挖过去。这就是好胜嘛，对无？人家这个狗仔甲主人之间的交流，互恁搁较亲密，对别哭无？啊啦！好啦，你也别伤心嘛啦，狗仔敢若需要时间适应尔，主人也是很出原形，因为原来会对你真敬重。咱知影狗仔咧认捌物件的时阵哦，定定会用伊上厉害两项武器，第一是鼻啊，第二是耳啊。因为狗仔吼看会到的物件差不多跟咱人的3/4尔啦，所以闻到甲听到的无共款的时阵哦，伊认捌的能力就会受到真大的影响。伫咧试验当中知影声音改变以后吼，主人的声音狗仔就无啥会出来。但是恢复原形，狗仔就马上找回伊的记忆，产生非常热情，甲进行同款亲密的行为。所以咱知影耳仔甲鼻仔是狗仔用来认捌物件两项上主要的方法。感觉记听到电铃声就乌白肥的弟弟，两天前伊就过去啊。主人强手者真认真伫做电铃若弹倒物件人食，这个奖励训练。到底乌白肥的弟弟因为敢有改变呢？就期待，就期待。诶，电铃倒好啊呢，对啊，伊是新的对无？对。嗨，强小姐。弟有爹哎呦，你无甲肥啊呢，足赞呢！所以强小姐是，这两天的训练真明显是真有效的哦。有，哦，所以阮离开了后，你差不多是使用什么款的训练方式？我就是，我就是三不五时就去吃电铃，然后吃电铃了后就会互伊食饼，哦，对，所以安尼训练了后就袂肥啊，不要哦，真正够乖就有效的安尼哦。对。所以兄爸嗯，咱会当讲，弟弟已经完全甲听到电铃声就会乱吠的即个行为改掉啊，对无？对，以后吼，不管是毋是练习，或者是平常时啊，有听到电铃声，咱拢爱会记得，互伊来食物件，伊永远就会感觉吼，电铃声是好代志。是好代志。对，伊的问题就会解决啦。经过实验证明，因爸伊的奖励学习法，比网络所流传的大声骂、跟报纸说涂鸦，还是讲药讲啊出色方法，拢较有效，会当来改变弟弟乌白肥的行为。那如果恁兜同款有狗安尼乌白肥的这个困扰，你嘛会当试看卖咱今仔日实验的奖励学习法，试看卖有效果无？今仔日学到真侪狗仔的知识，在身狗仔的乱吠，毋是干骂就好，是要运用制约心理学排除乱吠的原因。也搁有小婷用伊的狗仔来证明，主人若是甲外形声音改变，狗仔有可能会认袂出来。毕竟，伊是透过看的、听的、甲闻的这三种感受来认捌主人。最后，咱证明只要是正确的方法，加上耐心甲爱心，老狗会发伸出头，绝对无问题。狗仔是咱一世人的好朋友，若爱伊就要陪伴伊一生哦。Work it。